最近啊，都聽到有人講佢個咁嘅話，話好心啦你，幾千蚊嘅電腦都買咗啦，仲計較人哋送唔送嗰個鼠標墊啊？喺度計埋晒啲婆乸數。嗱，咁呢度所講嘅婆乸數咧，係濕碎嘅小數目咁解，而原先嗰個婆乸數啊，唔係咁嘅意思嘅。咁舊時啲婦女咧就好少有機會受到教育嘅，文字方面固然係文盲，數字方面亦係數盲。咁但係咧，有啲婦道人家有時就不免擔菜上街賣一下，咁就點都要會計下數至得噶。咁於是咧就有所謂婆乸數出現。咁最蠢嘅人都會用手指頭嚟計數噶啦。婆乸數嘅計法咧，大概係咁嘅。例如3個人，各人要出6個銀錢咁樣，咁3個人一共要出幾多錢咧？咁識99表嘅，咁簡單一句6、3、1、18咁啊計咗佢出嚟噶啦。但係啊，唔識乘數嘅人咧，咁用婆乸數嚟計咧，就要先將2個6蚊加上嚟，得到12，再將第3個6蚊加咗入去，然後得到18嗰個數咁啊。咁又如買嘢啊，3蚊1兩，15兩要幾蚊咧咁？咁婆乸數嘅計法咧，就係先計3蚊1兩，10兩係30蚊，然後5個3蚊一個咁加晒佢入去，最後得出45蚊。咁呢種嘅計法啊，細條嘅咧仲好計，如果係個4位數喎，咁就真係考起晒啦，係咪？咁上面我咁講啲婆乸數啊，有朋友聽咗咧會嘰嘰聲笑。咁落後咁原始嘅計劃，仲有乜好講啊？咁我就話噃，你咪笑住先喎。須知啊，先進同落後其實係冇乜嘢絕對嘅分界線。掌握住先進嘅手段，又知道一啲所謂落後嘅手段啊，有時係冇乜蝕底嘅吓。咁我哋如果而家手邊冇計算器，咁有啲數咧，又要用翻心算。甚至要用翻婆乸數咁去計佢。我係唔敢輕易咁睇小啲婆乸數，因為咧我一生啊有過啲經歷，啟示我明白到我所明白到嘅道理啊，即係世界上無千無萬咁多道理中間嘅一啲嘅啫，仲有好多好多道理啊，我仲未明白。我所識會用嗰種辦法啊，亦都只係千千萬萬種方法中嘅1、2種，而且未必係最好嗰種。咁世時啊，社會上咧仲用緊16兩秤，一斤有16兩。咁如果一斤賣1蚊，1兩又值幾多錢啊？咁我買7兩又要俾人幾多錢啊？咁有啲人咧用婆乸數計咧就比我快得多啦。我知道，即使係婆乸數啊，運用起嚟咧，亦都係有揀算法嘅。咁有啲婆乸長年大月咁賣菜，計慣計數，你就唔能夠睇衰佢。佢唔會念99表，但係啊，佢好有可能會念另一種口訣喎。點念咧？1退6 25，2留1 25，3留1 8 7 5，4留2 5，咁樣念過去啦，一噏條數咧，正確答案就出嚟。老闆娘，計數咁快嘅？我呢個珠算高手甘拜下風喎。呢啲婆乸數我哋計慣計熟啫。咁講起嚟啊，我喺前一排睇電視啊，睇到外省有一個平均智力水平好低下嘅少年，佢係一個計數嘅能手，2位數乘2位數，佢可以直接咁得出得數，準確無誤。咁由此我諗到啊，人嘅大腦啊，真係奇妙到不得了。我哋平日好中意憑住自己嘅智力水平去判斷事物，認為自己唔了解嘅嘢咧都係唔科學嘅咁。而家咧，我覺得啊，咁樣嘅諗法啊係非常錯。今
日嘅越講越過癮就講到呢度啦，下期講講食塞米，點為之食塞米呢？我哋下回分解啦。